Hello，大家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2026丙午馬年開運風水佈局嘅懶人包。何謂懶人包呢？就係唔太多講學理，直接講一啲行動方案，等大家可以自己喺屋企或者辦公室佈局，幫自己開個靚運。第一件要做嘅事就係要幫準備佈局嘅屋企或者辦公室量度好8個方位。大家要準備2樣嘢，第一樣係屋企或者辦公室嘅平面圖，第二樣嘢就係一個指南針或者可以量度方位嘅手機。要量度方位，首先要做立極。咩係立極呢？就係找出中心點。大家可以喺張平面圖上面畫上對角線，交叉嗰點就係立極點。大家跟住就可以拎住指南針去到立極點進行量度。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係用指南針指向0度嘅方向，之後記低喺平面圖上嗰個0度位置就可以。指南針可以收埋。接住落嚟，用電腦軟件，例如 PowerPoint， 開住張平面圖，喺上面套上電子羅盤圖，跟住扭動張羅盤圖，直至嗰個0度，指向你之前記錄低喺平面圖上嗰個0度位置，咁就完成定位行動。定咗位之後，就要好好分析張圖，睇下每個方位對應屋企邊個位置。例如畫面見到大門喺正東，客廳梳化喺正東，正南喺客房，西南喺主人房，正西喺衣帽間，西北喺客廁，東北喺廚房等等。確定好方位之後，我哋就講一講風水佈局。大家要留意，跟住落嚟講嘅風水佈局係適用於2月4日立春起至到明年立春日之間。呢一張圖就列出咗中宮同埋8個方位嘅佈局詳情。先睇大環境，紅色字嘅方位係吉位，黑色字嘅方位係衰位。首先要提大家，好重要嘅就係要留意正南方同埋正北方，因為今年呢2個方位係太歲位同埋三煞位，所以絕對不可以動土，否則會好麻煩。頭先講過，黑色字嘅方位係衰位，所有衰位都係宜靜不宜動，即係話今年喺正南、西南、正西、西北同埋正北三煞位都唔好擺啲會時常喐動嘅物件，例如風扇、放濕機或者時鐘等等，以免激發起啲衰氣。紅色字嘅方位係吉位，都係宜動不宜靜，你自己都應該多啲喺呢一啲方位活動。大家可以將頭先提到嘅風扇、放濕機或者時鐘等等搬嚟東南、正東、東北或者中宮都可以。今年全年最佳方位係東南方，大家記得一定要將東南方打理得清潔整齊，同埋最好自己都多啲喺呢個方位活動同休息，吸納旺氣。大家喺坊間好多時會聽到幫自己全屋佈局、幫客飯廳佈局或者幫自己睡房佈局，究竟應該點做呢？如果你係一家之主或者一個人住，就最好做全屋佈局。當你發現有一啲吉位坐落於洗手間或者唔方便佈局嘅地方，你就可以選擇喺客飯廳嘅同一方位佈局。如果你唔係一家之主，你就可以考慮喺自己睡房裏面佈局。咁有人會問，我可唔可以喺全屋又喺客飯廳同埋睡房同時佈局呢？咁當然可以啦。接住落嚟講一講擇日準備呢個話題。大家最好喺1月31日或者2月1日裏面，將所有蛇年佈局物件拆除，同時先將準備放置馬年佈局嘅地方打理乾淨。咁邊日進行正式馬年佈局呢？最好喺2月5日或者2月6日裏面任何時間進行佈局。如果2日都唔方便，就可以選擇喺2月4日下晝5點半至7點前開始佈局，仲要從東北方開始，順時針擺放。跟住我哋重點介紹一下8個方位同埋中宮嘅佈局。首先講一講正南方。今年災星到正南方特別差嘅位置，盡量唔好擺放紅色嘅物件。喺正南方最好擺放安忍水嚟化解負能量。如果大門喺正南方，可以喺門口擺一張金色、銀色或者淺灰色嘅地氈，地氈下面放一塊銅片。今年病星飛咗去西北方，同正南方佈局方法一樣，都係唔好擺放紅色嘅物件，擺安忍水，盡量少啲逗留喺呢個方位。今年破財星飛到西南方，
盡量唔好擺放非黃色嘅物件，擺放一杯淨水就可以化解。今年是非星飛咗去正西方，盡量唔好擺放黑灰藍色嘅物件，多擺放紅色物件，例如中國結、掛飾或者貼揮春等等。剛才講過，今年最好嘅方位係東南方，喜慶星飛到，盡量保持地方光猛明亮，多啲逗留喺呢個位置。其實九運加埋流年都係屬火，呢個位唔使擺嘢，本身都好旺。如果真係想擺，可以放一個紅木方形聚寶盆或者大葉植物、鹽燈或者流水擺設都可以。今年正財星飛到正東方，盡量保持清潔企理，可以擺紅色陶瓷、聚寶盆、鹽燈或者流水擺設都可以。今年文昌星飛咗去東北方，可以放4支富貴竹、文昌筆或者9層文昌塔都可以。如果擺富貴竹，就要注意保持常綠狀態。今年人緣桃花星飛到中宮，可以用白色花樽插鮮花催旺，又或者可以擺粉紅水晶球、甜蜜合照或者浪漫擺設都可以。如果擺鮮花就要保持新鮮度，如果凋謝就要盡快換咗佢。跟住講埋偏財貴人星飛咗去正北方，大家可以擺金屬聚寶盆嚟催旺。最後俾個建議大家，其實唔一定要擺晒所有方位嘅，但係我個人就一定最少會擺嗰幾個衰位，起碼唔好俾啲負能量影響到自己。至於催唔催旺就見仁見智啦。以上分享咗2026丙午馬年開運風水佈局，祝大家夢想成真，日進斗金，身體健康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分享內容有疑問，或者想免費索取電子羅盤檔案連結，可以喺下面留言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元一工作室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影片，歡迎免費訂閱同埋讚好，多謝各位，我哋下一集見。